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30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1个本土病例，4个带病入境，另外是无死亡病例。那讲到伫咧家己关的部分，也发生工课场所群聚感染的案例，计共有9个人染到病。另外讲到咱这注疫苗的部分，咱台湾目前已经有782.6万针次注过疫苗，疫苗的注射率达到31.86%。咱也赶紧来听指挥中心上盖新的说明。今天有本土的病例21例，那有4例境外自移入，那没有死亡的个案。那嘉义县有9例它是一个职场的群聚。那总共应该要我们已经采验的有78人。那这一个礼拜我们总共验出了7个 Delta 跟1个 Alpha， 就是40多岁的本国籍男性。那他在美国期间是在6月8号跟6月30号都分别有接种过1剂的 BNT 的疫苗。那所以入境的时候我们采检还是有发现这个 CT 值26的一个 PCR 阳性的一个情形。有打过的是782万6972人次。那接种的涵盖率是31.86%。第2剂还有这些反应的问题，还有不良反应那怎么样能够做一个通盘的检讨？那能够定出一个更有效、更便民的方式？那明天下午我们会做相关的讨论。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有替咱观众朋友整理各县市胃肠病例情形。今仔有增加21个本土病例，4个带病入境，另外是无死亡个案。那讲到今仔日台北市有7例，新北市有4例，嘉义有9例，高雄有1例。台湾目前的总病例数已经来到15662例啊！这疫情还阁长咧无稳定当中，请观众朋友要小心细致。咱继续来看讲，对这礼拜开始降到2级警戒，就专家烦恼讲最近的确诊病例有82%拢是少年人，而且后礼拜就是父亲节啊。那准去到外面食饭聚餐，恐怕引起群聚风险。专家也劝告民众讲，上好是莫拍照。即马新冠本土疫情有较稳定，防疫警戒即礼拜为3级降到2级。不过，国内专家烦恼讲，都要注意降级了后，人丁甲社交活动增加影响。尤其是后礼拜就是父亲节，部分的县市开放会当伫咧餐厅内底用餐，家庭聚会活动恐惊嘛会增加，呼吁民众应该减少无必要下区的盘耍。家里都打过疫苗的话，当然他感染的机会会比较少，但是并不是没有。因为打过疫苗的人，他还是会带病毒，他不发病，但是身上带的病毒还是会有传染的风险。专家表示，目前社区也有较少不明的感染源，建议平常时无带做伙的亲人，会当改用视讯的方式来联络感情，避免增加家庭群聚的风险。另外，以色列顶一日宣布，为了阻挡 Delta 印度变种病毒，会提供60岁以上的民众第3档注辉瑞 BNT 疫苗。针对这点，专家认为讲，注第3档的保护力敢会较好，目前也未经过验证。抗体反应不好的人，理论上是可以再接种第3剂，让他抗体高一点，也希望他能够对变异病毒的综合能力会好一点。但是这个以后是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够验证的事情。根据指挥中心的预估，未来一礼拜每一天新增加的病例，可能会维持在30例至50例之间。顶礼拜20岁至59岁族群确诊的病例是占8%，是现阶段防治的重点。专家强调讲，就算有注过疫苗，民众还是要依次接洗手、挂嘴罨、保持社交距离等等的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根据上新的统计，目前国内疫苗注射率已经来到31.86%，而且75岁以上民众超过70%注过疫苗咯。指挥中心也宣布讲，这第2档疫苗爱靠民众家己去疫苗平台做登记。不过讲到这个无啥会晓操作手机袂晓用网络的时段，因也烦恼讲会登记袂到。打疫苗的直接进教室哦。国内新冠疫苗注射的速度有加较紧，指挥中心宣布，为了让供应疫苗会当较顺利，重新启动疫苗预约平台了后，进前以卫生局列名册通知注射的老大人，若要做第2档，就要去预约平台做登记。不过部分的集会人烦恼讲，对网络操作无够熟手，可能是无法度预约到第2档的疫苗。长辈他就比较不方便，不识字又不会网络啊。因为我们操作比较不熟。所以会担心怎么样的？当然了，没有打到疫苗啊。我们是
尽量去帮他去做服务啊。所以像很多我接到电话或怎么样，我说请你把个资传过来，你想，那我们在这个就是我们在另外帮他去做一些处理了。里长表示，真侪社会人接收信息的速度无少年人遐尔紧，加上真侪老大人手机的操作无遐尔流利。虽然指挥中心已经宣布爱家己去医药平台做登记，不过也是会尽量来协助老大人操作，互因会当放心。另外，第4批次疫苗嘛为30开始，这届开放的是1983年12月31进前出世的人，也就是38岁以上的民众，差不多有103万人会当注射。可以选我都选，大家大部分打都没事，对，那我相信这个可以打到Moderna，我是希望打Moderna了，但是现在评估起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打到嘛。那如果是国际认证，有经过国际认可的，我觉得就选吧。因为部分县市最近小连续传出疫苗无够的情形，中央甲地方的疫苗库存量无法度顺利来集结。指挥中心表示，国内目前的 AZ 疫苗数量可能无法度应付后一批注射的需求。所落来 AZ 疫苗若暂时无送到位，无排除会先提供Moderna互民众先注。AZ 若有持续送来台湾，也是会先注 AZ， 因为安尼任何的可能性拢有。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第27暗时甲好心肝诊所的调查报告上网络公告，其中有讲到民进党立委高嘉瑜对5月底开始，伫11天内讨8价疫苗。高嘉瑜表示，讲这报告证明伊无利用权势欺压，敢若真情尔尔。高嘉瑜也批评台北市政府拢无讲到分配疫苗的关键甲标准。台北市进前爆发好心肝甲小核心顶诊所特权疫苗风波。台北市廉政委员会27暗时公布调查报告有55页，其中内容讲到，民进党立委高嘉瑜为5月30到6月初9为止11天内8摆讨疫苗，对话当中也向卫生局长黄世杰表达我过来啊。高嘉瑜表示，报告证明伊是清白的，无施压。从头到尾，我们没有任何施压，也没有任何的关说，所以我是觉得说，在这个过程中，台北市政府可能要对自己发放的标准跟原则说明清楚。这个东西就根本可信度很存疑。高嘉瑜也反倒在批评台北市府无讲清楚好心肝为什么100多人虽然摕到1000多支违法注疫苗，变阁是啥物人？对副市长黄珊珊的朋友变的身份无改变。台北市政风处表示，因为变伫调查当中毋是主要关键人物，毋是调查重点，所以并无要求提供资料。台北市政府廉政委员会已经将相关的调查报告上网公开，供外界检视。有关外界的疑义以及相关的细节问题，将在下午的记者会统一说明。这摆报告会公开原因，就是支持台北市长郭文泰伫廉政委员会当中是真生气，表示家己气甲要起笑，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理由，各个官员直接辞一转去，因为已经无适任了。表示全部将伊上网络公开，正面对外界批评。记者综合报道。人讲第一卖兵，第二做医生，不过这两种行业真拢是受到疫情影响，因为疫情关系，民众较无爱去看医生，甚至大家拢接洗手挂水罨，染病机会也大大减少。诊所说是拢无生理啊，甚至有诊所因为收入问题，甲医生助理死头路。门口打安心诊所的标章，要让病人放心来看医生。疫情期间，民众随时挂嘴罨，保持距离，咳嗽、感冒等病症减少。看病的人少是好代志，但加上疫情期间，病人来看病的意愿降低，嘛造成耳鼻喉科、小儿科诊所受到影响，收入比疫情进前减少至少60成。门诊的业务量大幅的衰退了哈。那5月中一直下滑到6月，6月是很惨的哈，7月上旬已经达到这个最低点，到目前为止7月底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什么起色。根据医科医学会的调查，目前台湾有大约50.7%的诊所想要裁员，2%也是甚至想要停业。高雄市医师公会已经接到诊所医师防裁员的案例，随着医疗中心特别推出大型注疫苗站点，公会嘛成立平台，媒合诊所的医护人员到政府注疫苗的站点支援，维持基本的收入。接到时期以后慢慢恢复，他们就要回去了嘛。没办法，大学医学中心没办法派那么多人力出来嘛，在这个平台就给他们去磨合，你就赶快去支援这些地方。民众入去门诊的房间接受医生的问诊，确认敢会当注疫苗。
门诊的病人减少，互袂少诊所扩大服务的种类，像注疫苗、加强照顾慢性病病人等。因为疫情恐惊短时间内袂消失，诊所但会当加强应变，想办法找出会当久长经营的方向。记者陈焕武、柯建俊高雄报道。接下来，咱来看全世界消息。为着要对抗 Delta 变种病毒，以色列政府是到宣布讲，会甲60岁以上，而且是已经注过2档疫苗民众，搁再注1档辉瑞疫苗。以色列也变作是全世界头一个甲民众注3档疫苗的国家。全世界疫苗注射率上悬的以色列总理班奈特伫咧29宣布，自8月初一开始，会开始对60岁以上的民众追加注第3剂的辉瑞有风险，是全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对公民注第3剂加强疫苗的国家。The decision was based on considerable research and analysis, as well as the rise in risk of the Delta variant wave. Israel has already vaccinated 2,000 immunosuppressed people with a third dose with no severe adverse events. And now we're rolling out a national third dose campaign. 根据 BBC 报道，照伫咧5个月前注过第2剂有风险，而且超过60岁民众，就当注加强的第3剂有风险。以色列新冠有风险注射率伫咧全世界拢是领先。真侪老大人伫咧去年12月到今年1月就已经注过有风险。目前以色列人口930万，内面有超过57%已经完整注过有风险。I'm very happy they decided to make the third shot. I made the second one in January, and I hope to do it next week. Personally, I'm not in a hurry. I want to see really if there's a good reason for people in good health to get a third shot. 以色列大部分人拢是做辉瑞有风险，因一开始就甲辉瑞达成协议，用注射数据来换出有效的疫苗。原本透过大量注有风险，有效控制疫情，但过自6月开始，Delta变种病毒入侵，造成疫情搁再拖开，也予以色列政府重新增加有风险注射率，同时通过12岁到18岁青少年注有风险。不过 WHO 伫进前讲，目前是也无证据显示需要注第3剂有风险，并且希望富裕国家甲疫苗分互较散切的国家。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拜登29宣布讲，对抗疫情的相关措施，这也包含着强制公务人员要注疫苗，甚至是鼓励地方政府要用奖金去请民众来注预防针。面对着这疫情，是使用着压也着吹也着骂的方式，就是希望讲赶紧把这疫情全部压落来。为着要阻止 Delta 变种病毒，美国总统拜登是提出鼓励检采法，希望搁再提高疫苗的注射率。29日宣布会要求联邦的员工注射疫苗，若无就要规工挂喙罨，并且要定期来检查，嘛袂用去出差。Every federal government employee will be asked to attest to their vaccination status. Anyone who does not attest or is not vaccinated will be required to mask no matter where they work, test 1 or 2 times a week to see if they've acquired COVID, socially distance, and generally will not be allowed to travel for work. 毋但是安尼，拜登呼吁地方政府动用美国救援计划的资金，提供完整注射的民众100块美金，超代表2800块的奖励金。I know the paying people to get vaccinated might sound unfair to folks who've gotten vaccinated already. But here's the deal. If incentives help us beat this virus, I believe we should use them. We all benefit if we can get more people vaccinated. 拜登嘛强调，利用美国救援计划，联邦会专业补助中小企业，互员工放假去注疫苗嘛有薪水通领。了后，阁会扩大补助，补贴企业，互员工放假带厝内的人去注疫苗，嘛会当领薪水。美国疫苗注射速度变慢，目前超57%的人口至少注1档，完整注射的人口超49%。确诊病例数嘛有升悬的趋势，过去7天，逐天平均新增加6万外例，逐天平均超300个人过身。公视新闻林浩如编译。
今仔日是大学指考的第3天，所考的科目拢是一寡社会组的。今年是因为疫情关系，才家长是袂当来备考。另外，今早起考历史的时阵，要使用2间隔离试场，互当咧居家检疫的，也有自主健康管理的考生来使用。另外，也有这考生因为体温超磅，所使用这个防疫课场。请考生出示入场证明及有效证件，以供查验。考试场外口，老师用放送头咧广播，甲面罩、喙om挂好势，佮提醒学生爱甲证件传出来，维持考试的社交距离，还佮爱记哩量体温。大学指考第3天，一透早就当看到真侪家长带因的囡仔来到考试场考试。我就陪骑过来而已，就回去了。对孩子来说真的很辛苦，因为他们的自己读书的行程都规划的好了，然后冲刺到最后又拖了一个尾巴，真的让他们觉得很累。第3天考的是以社会组为主的历史、地理，还有公民。虽然考试还未结束，不过考刷了后的行程已经有考生开始咧规划超测啊。有的同学因想讲要踅街，嘛有人想讲考刷，就要直接回去厝内休困。在家好好休息，本来该有的都已经没了，这样。对啊，但疫情也没办法。读书时间变长了，然后可以复习更多。去东区晃晃嘛。对，然后再去按摩。再去第1节，历史科高中老师分析讲，试题算是中关班的程度，重视阅读甲理解。比论讲第20题甲第33题拢是图表分析，回选题内底嘛有需要了解文本字义分析比较，安尼才有法度选出正确的答案。假使讲若是单纯靠记题，安尼就真恶咧去摕到较悬的分数。防疫市场总共开启6间，有2间是今天进到考分区，学生体温超标，经过复检还是超标。隔离市场开启2间，居家隔离的考生，另外1间是由自主健康管理。大考中心嘛说明这个特殊市场启用的情况，除了讲防疫甲隔离的市场以外，开11间备用市场，其中有1间是提供予自主健康管理的学生来使用。因为29个暑假考试的项目，有6个学生违规，因手机无关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届疫情影响到国内经济，目前行政院有当咧规划振兴5倍券以外，金门县政府是走大声，宣布要分做2个阶段，发3000块的现金加3000块的振兴券。另外，伫咧桃园也推出200块的好市券。疫情持续滚价，爽动经济。金门县政府大声宣布，要分2阶段发3000块现金的纾困，加3000块的振兴券，加上进前中介收入户相关的纾困。安生总预算是9亿左右。换句话说，每位乡亲实际上可以获得政府的挹注有6000元，针对性的来让乡亲不管是在纾困的救急，还是在振兴的带动景气，都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除了发钱，他也要考虑说，有什么方式可以去推动到这个振兴，不然就可能就存起来啦，那就不一定有振兴到经济。虽然桃园市议会顶一日通过每一个市民发5000块的纾困金，不过市长郑文灿讲无够预算通去执行。市府推动200块的好市券，5月份登记完成，8月初2抽口啊，抽到的人会当去爱蹦领券，就会当去指定的市场或者是夜市啊消费。我们预定发行25000份，执行顺利，我们会扩到第2波、第3波，而且使用的范围会再扩大。你一个人200块，我们说句不好听的，200块，我们现在买东西根本看不到什么东西。即卖疫情有较缓和，行政院已经初步规划要发振兴5倍券。不过，内地的立委表示，疫情冲击社会的程度是比去年加真严重，嘛呼吁中央以免摕现金换振兴券的目标来发放。而且去年针对无共产业发的各种类型的券，今年嘛应该延续甲扩大。记者综合报道。中央银行有提出警示，讲通货膨胀可能会再加悬。中央行的理事认为讲，主要是中美贸易战无停歇，部分产品的供应链刷入去中国，造成部分商品的成本来增加。另外，疫情影响到货运无货柜通好用，物件拢囤在港口无多运送。不过，咱国内学者说是认为讲，咱台湾是比较无遐明显，颠倒是物价指数比去年佫较悬，特别是菜色水果是受到天气的影响。
主计总处进前公布，6月消费者物价总指数 CPI 去年同月起1.89%，以2类菜洗水果加肉类计销起的幅度上大。央行理事也示警，进口原物料计销起真紧，恐惊会推升通膨。经济学者分析，主要是最近欧美疫情转好，经济快速转好，需求大增，加做推升物价关键因素之一。因为需求高之后呢，整个缺料、缺晶片、缺货柜，甚至缺工等等，就是因为这要素的投入缺少的一样，所以它的成本就拉升了。不过，央行理事也点出，另外一个通膨几率升悬关键因素，就是美中贸易战继续，致使部分产品供应链移出中国，间接影响部分商品制造成本增加。不过，学者表示，对台湾的影响不大，国内物价日起主要还是受进口原物料起的影响，不过是温和小起，是不利。菜洗水果肉类主要是受气候甲疫情因素，短期内底物价全面性大起的几率无悬。物价啦、电价等等，当物价蠢蠢欲动的时候，基本上政府就会启动反涨机制，所以台湾全面性通膨这个几率非常低。学者有估今年物价指数落在 1.8%， 不过经济成长率超过 5%， 是伫可控制范围。台股表现也慢慢加悬，30台股开盘小起，开伫17414点，盘中上悬有17419点，不过平盘震动整理，受美国收悬的影响，三大法人伫连三卖了后，有机会转卖为买。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机关伫咧总集训的时阵，建议市政府爱甲摕到奥运的奖金，增加到着金牌150万、着金牌80万、着铜牌60万。市长陈其迈是当场答应，不过基层的教练认为讲，也是爱对选手的福利并头来改善。这是高雄高山高中亚洲练的选手，逐工拼命练习，希望代表台湾出国比赛。这摆东京奥运有机关伫市政总集训时点出，高雄主地有戴志颖、庄智恩、吴嘉颖、高典宏、江念欣、黄树峰等人，建议市府将奥运奖金加到金牌150万、银牌80万、铜牌60万。市长陈其迈是马上同意，能够给予更多的这个照顾，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有基层教练认为，顶尖选手养成至少10年，奥运大牌才有翻倍奖金，对共款伫国际赛事奋战却无缘大牌选手，好亲像无甲他公平。不论是学业方面呢，还是他的就业方面，我们怎么去做一个辅导，才是一个重点。希望说市府多关照基层下面的选手，因为我们现在出去比赛的差旅费，目前住宿才500。吃才210。08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是隔了13年，因为东京棒垒才有进，是说在其他的杯赛里面奖金提高，那当然对每个运动项目来讲，其实相对比较好。市府为奥运大牌选手加奖金，国手加教练大部分拢认同，不过建议还是要为比赛津贴补助、就业转职来做，才能真正让选手无后顾之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降做自己境界了后，社区的游泳池会当开放，不过外口的游泳池却是袂当营运。救生员表示讲，因有经济压力，因打算讲要互钓业者8月初3去到为福部控制。体育署表示讲，解除红色的防疫指引，昨已经送到指挥中心啊，会搁再开会讨论。规台湾游泳池对3级警戒以来停业到今，中南部的业者确实是稀利咧，前4月欠水到今拢停起来。警戒降到2级了后，目前指挥中心同意讲，社区的游泳池会当来开放，不过公私立学校的游泳池还袂当开放。全国运动会要伫10月来举行，运动员说干那会当伫坡顶咧打球做训练。我们是从5月开始没有训练的，然后3个月来说，对我来说就是水感影响很大。然后明年也有亚运啊，那全国运动会是对就用选手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达标机会，但是都没有训练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权益。游泳产业的相关人员，因确实翕糊，因放条讲要伫8月初3进前到卫福部来集会တင်情。2个半月过去了，好，我们家还有房子贷款，好，大家知道房子贷款连续3个月没有缴，房子就要被法拍了。好，那我下个月再没有工作，我一定房子被法拍。我们真的受够了，我们觉得
我们不能这样子，这对我们这个产业不公平。来争取生存的业者，因讲话是安尼讲甲曲拗，佮引述英国的学者研究讲，这个游泳池内底有加氯气，伊的浓可度是伫个1.5 ppm 的滴水内底，这个新冠病毒伫个30秒内底就去透死。不过体育署是持保留的态度。虽然是游泳池是有水中是有加氯啦哈，但是在游泳过程中，它还是会有一些离开水面的时间。那因为没有办法有口罩保护啦哈，那也没有办法阻隔在游泳池里面可能有一些飞沫啦，或者是口鼻的分泌物会有一些传播。体育署讲，目前是有针对游泳池解封提出防疫的指引规范，不过国外等待指挥中心后礼拜开会讨论，才有进一步的结论。记者综合报道。在这届奥运当中，菲律宾的选手海蒂也摕到亚洲链的金牌，是菲律宾有史以来头一块亚当的金牌。海蒂也讲，伊2年前捌来到高雄训练过，伊上界怀念的就是台湾的珍珠年茶，而且咱甲咱台湾的教练选手感情拢真好。海蒂得到金牌，伫台湾的好朋友也拢替伊欢喜。摕到金牌，人笑眯眯，甲代表谢中庭台湾的教练翕相。伊就是这摆奥运女子亚当55公斤级冠军的菲律宾选手海蒂。这个金牌，高雄高山高中亚当队嘛真欢喜，因为海蒂捌伫个2019年2摆来学校训练，差不多3个多月的时间，伊就逐天甲学生做伙训练。他训练认真，然后有时候他看到我们动作做得不好的时候，他也会指导一下。她就是一个活泼开朗、阳光的女孩，就是跟我们相处起来就是像好朋友这样在相处。其实海蒂来高雄进前，就捌摕过奥运银牌，嘛是菲律宾的运动名称。不过亚当队学生拢感觉海蒂就亲像厝边的阿姊，歇困日嘛会带伊做伙去爬山，食好食的，大家感情袂歹。伊即道伫东京奥运比赛的时，咱所有囡仔拢伫电视、伫个实况转播进前遐，加油，啊，伊摕到金牌时，多侪囡仔拢跳起来，替伊足欢喜的。校长讲，当初海蒂是因为遮环境甲设备好，来学校专心训练。伊认真打拼的精神是学生学习的对象。看到遮尔侪前辈的表现，学生心中嘛有打拼的目标。记者邓嘉文、罗维做高雄报道。台塑第29个股东会宣布，为着要对着环保趋势，对2025年开始，袂搁再生产用一届着瓶的塑胶产品原料。不过，民众认为讲安尼是真无方便，店家也烦恼讲成本会增加。着环保团体表示讲，应该对生活做出发，政府也爱有鼓励政策，双边来做环保才有效益。烧烫烫的肉羹才打煮熟，就袂少民众要包顿去食。头家动作真溜咧，一时啊就得几啊落，有人一个买就是几啊碗，嘛使用真济用一届就单调的塑胶落啊。好期待啊！对啊，因为总是要有装东西啦。这个冻烧啊，好啊！你也像我这布，我就用炒面啊，炒面较无法烧啊。台塑公司29个股东会宣布，因应全球减用塑胶的趋势，为2025年开始，会停止供应卫生用品内底用一届就单调的塑胶料，包括民众上接使用的免洗餐具。甲家食的包顿起的塑胶落啊，还佫有保鲜膜等等。毋过实际上，袂少做食的番啊，拢使用即种用一届就单调的塑胶落啊，互民众家食的包顿起。而且防疫措施规定，即马袂当伫咧店里用餐，使用塑胶落的数量是佫较济。买物件在家里像上班，你无可能专工去换免洗餐具啊。如果没有塑胶袋的话，可能就是全部要用纸杯啊。因为如果你碗加盖子的话，有时候可能挤压到它就会打开。业者讲，受到疫情的影响。包顿去食的比率直头增加，这种用一届就单调的塑胶落啊，成本相对较低，民众嘛因为方便，买的意愿有较悬。虽然鼓励会当家己传饭起内底，不过比例也是无悬。环保团体认为讲，要是爱为源头来减量，嘛要改变大家的惯习。没有在源头去减量的话，它还是会需要有其他的来源，从国外去进口或者怎么样的话，那你整个量的部分还是没有减少。款团认为讲，厂商减少生产塑胶的产品，对环保有帮助。不过，伫需求量无降低的情形之下，用进口的塑胶料机会也是真大。建议民众都要减少买物件的时阵使用塑胶落啊，嘛当尽量利用布料等等的材质，而且重复使用，才会当减少塑胶料使用的量。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台南外海北门，就民众反对供电业者伫因兜头前的气温按太阳能板。去年居民组成自救会，30早起来到台南市政府申请，希望讲着要保留这块土地，唔通破坏生态。不过业者表示讲，这一切拢是合法的。台南北门罗德沟的一窟废弃气温顶面，供电板是放甲满满时，边仔阁有工作人员赶紧咧施工。不过当地有居民认为会破坏水质，影响因饲鹅仔。这个所在甚至连土地使用分类也改做会当设供电区。自救会对去年开始抗争，7月31透早也来到台南市府申请。为什么一开始农委会把我们不是严重地层下陷区变成严重地层下陷区？然后台南市政府当初向上申请，明明就是养殖用地的咸水余温，怎么乱写不是耕种呢？暂缓开发，或是不宜开发，不宜开发哦，哦，暂缓开发啊，还有余地，不宜开发，但是这句话到底什么？有听明无？哦。供电业者强调，厂商拢是依法申请，要得到许可才动工。不过自救会却一直搅扰，这也背离政府对供电发展的目标。所以前面的开发程序都是开发公司做的，但是它都依法都已经完成了，所以都是合乎中央的规定。所以我们陆续又开了很多的说明会。好，在去年的8月、9月，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希望它可以能够接受我们的善意，我们一样会监测水质。最后核定下来就是说，他们那块区域是作为一个地层下陷不利耕作地啦。那至于说他们本来是养殖用地，那就是因为他们虽然是养殖用地，但是他们如果经划设之后，就变为是一个不利耕作地的话，它本来就可以去做一个地目的变更啦。对土地使用分类的改变，到地方的发展，更到影响产业，自救会和厂商已经对话几落摆。面对居民的抗争，业者强调会继续沟通，希望双方会当得到共识甲谅解。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警戒降到2级会当出门小可松透一下。不过，基本表演对疫情爆发到大拢去互取消，靠表演伫咧趁食的人生活是受到真大影响。伫拜六暗时，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梦，要带大家来看一阵魔术师安怎伫疫情当中想办法找出路。法拉利已经做12年的魔术师，在2波疫情的冲击之下，表演活动朝朝拢取消，无工作机会甲观众。高不理中伊开始来转型，开发线顶的魔术课程。上阵遐因为停课，爱踮伫厝里无法度出门活动的囡仔。就看起来就会像一个专业的魔术师。OK， 把动物变出来，拿出魔术棒，挥一挥，动物就跑出来了。你变魔术，你手爱叮当嘛，嘴爱讲，头壳爱想，这对小朋友的专注力是就有帮助的。持续要年半疫情，地区侪侪魔术师都在想办法开发其他趁钱的来源来维持生活。有人转图做网册，有人伫网络卖魔术的课程，甚至也有人甲伊转价的魔术道具卖出去，都是为着要过日子。这个心情是很复杂的。你要舍去你自己以前赚钱的能力，然后又要舍弃你以前你很宝贵的东西，只为了撑下去。可是你不知道你能撑多久。疫情唔知爱到伫当时，生活陷入困境的表演者是愈来愈多。文化部推出上新的纾困4.0方案，原本按算会当摕到纾困补助的人数，差不多有730万人，即马增加到820万人。希望会当帮助表演者度过疫情的冲击，赶紧登去表演的舞台，继续发挥因的专长。记者王继峰、柯宏耀台中报道。下晡报天气啥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对31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30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8度到31度，东部地区对30度到33度，华岛地区对29度到35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暗时7点咱再相会。